就现在让周看，把脸打给我，想你呀。哎呦，这里个干嘛菠萝，欢迎收看今天8点打给我是你们健康有活力的生活大师。Hello，That's right。嗨，是的，所有观众朋友，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因为呢，我们昨天听到了这个最近刚刚发这个古调专辑的这个林广才之后呢，今天来上8点的是一位我们大家对他真的是非常的拥戴的一位，因为他是目前的台湾算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母语的创作歌手，他唱着，从部落唱到都市，从都市唱到国外，唱到国外回来之后，得到了非常多的奖项，在今年的新闻局得到了一个最大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名字，他来自于都兰部落阿美族的苏米恩鲁比。第一届精英创作奖最佳现场演出奖得奖的是苏米恩鲁比。我是一个来自台东都兰阿美族的年轻人，我一直用我自己母语的创作来做表演。我常常告诉我的听众朋友说，听不懂没有关系，当作听法文。你们不是日本人，不是韩国人，可是你们可以哈韩、哈日族，那可不可以哈原住民族、哈阿美族？谢谢评审老师给我的肯定，在第一届金鹰奖创作里面得了最佳专辑奖，谢谢。我也要感谢我的团员图腾乐团，他们让我单飞不解散，分开赚钱比较快，入围奖项也比较多一点。好，感谢我的制作人阿斌老师湾的音乐，好，他很用心的帮我做完这张母语专辑，虽然他剪接都听不懂我在唱什么。然后感谢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给我最大的金援赞助，因为要出一张母语专辑真的不容易。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最幸运的一个，可以做母语专辑，做得很像偶像一样。我很感谢，还有一路上支持我的听众朋友歌迷。好，我跟你们的承诺，2月记得过完年之后来到我的老家都兰，我们一起成立歌迷大会，我煮菜给你们吃，好不好？嘿呀哈哇哈呀，嘿呀嘿呀哦哦哈呀哦啊哦啊哈呀哦啊呀那呀哦哦啊哦啊呀哦啊哦哈呀。嘿嘿呀，哦啊嗨呀，哦啊呀那呀，哦啊，哦啊耶呀，哦啊哦啊呀。欢迎我们今天的金鹰奖最大赢家阿美族的苏米恩鲁比。大家好，大家好，部落是苏米大哥，大家好，我是苏米。好，就是说，虽然大家就是在圆明台，大家应该都听得懂你是讲阿美语了，对不对？嗯。在得到那个金鹰奖，因为今年是新闻局第1届办金鹰奖，那其实金鹰奖不是只针对原住民，对不对？它是几乎是全台湾的，所有创作音乐的，对不对？那入围的有非常多可怕的人种，有像主流歌手有包括李宗盛大哥，对，张悬，对啊，就都觉得还有苏打绿，对，那最重要还有那个就是薛岳。对，学乐都出来了，对不对？对啊。然后在这个金鹰奖，其实当初有没有其实当初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应该讲是说，因为很多人是出
出古调，出传统的乐曲。但是宿命的这一张专辑，其实可以跟很多的创作音乐人、跟主流的音乐跟大家一起竞争。其实你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在这张专辑当中，对不对？对啊，就是其实想法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是原住民，但我们不是原始人。对，我们是活在当下。对，然后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没有办法选择我是哪一族人。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用创作来代表我活在当下的这个感觉。然后创作里面又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让大家觉得我们更真实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我们这份力量跟这样的音乐。其实在这次的金鹰奖当中，其实宿命其实算是入围最多项，然后也得到了2个大奖，对不对？那宿命你自己觉得你跟别的专辑的所有的创作人的音乐比起来，可以放在一起比？我们先把母语撇开，那就音乐的部分，你觉得其实你受到一个很大人的，你觉得评审他看中你的部分是什么？这个其实我也不敢讲，然后我觉得我喜欢创作，是我自己。觉得这是我会做的事情，我也很喜欢做。对。然后今天大部分的创作歌手都会用中文。对呀。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少人用母语。我觉得我们讲话，就连我们唱歌都有我们自己唱歌的逻辑，是大家还不认识的。对。然后今天我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做一种分享跟交流，因为我觉得音乐的分享是最无国界，对，无远弗届，散播力量是最强的，穿透力最强的，所以。我决定要用这件事情来做的时候，其实大家会觉得，尤其是老板或者唱片圈，这样怎么可能这样子？对，大家会怀疑，而且大家会怀疑说，宿命你这样子是很好，没有错，但是会有市场吗？对，他会有一些对族语歌或母语歌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可能就会变成就是原始这样子。对，我觉得原始那是祖先的智慧，但是我觉得是应用在我们这当下，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准备要消失的文化，文化本来就是活的啊，拿来用的啊。对，我只是用我用的方式是用我的创作，对，然后拿来用。其实你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很创新的东西啦，就是对很多的对母语的想象，或者甚至你把母语的这种口吻语气，其实你有新的东西，但是也保留一些原味的口气。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电音。有电音，一定要很电音3代，电音阿美族有没有电音的？有电音的，还有清唱的，有吟唱的，就是大家期待的，可能对原住民的那种期待的清唱，对，也有。然后，但其实还有应用一些可能大家熟悉的乐器，像钢琴。钢琴，对，就是你把很多西洋的东西也拿来了，对不对？或者现代的音乐的乐器配器，甚至最时尚的电音，是有一点点就是这个现代元素的东西在这个里面。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我们其实看到非常高兴的时候，除了是母语它走上了商业的舞台，走上了这个就是大家肯定的舞台之外，我们也看到一个阿美族的年轻人，他用自己最棒的武器，就是自己原有的条件，然后来去做新的尝试，然后得到了今年新闻局的金鹰奖的6大项入围，一起来看一下宿命的入围的这个精彩的一个现况，一起来看一下。一起跳吧！有自在感。好了，最佳现场演出，对不对？我后来发现是最佳现场演出，是因为
我觉得部落，因为这点其实很难有人赢得过你，因为部落人弟弟妹妹人都来了，很像家人，家人都同在，有没有？这一点就是很难有人赢得过。对，不过我一直很想问苏命的是说，你觉得就是如果说，因为电视机前面有很多的年轻的创作人，他看到你得奖，他一定很开心，会觉得对原住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耶，因为大家觉得说，哇，原来族语可以这样做，还可以。五月天颁奖有没有？而且五月天强迫他们听到母语歌，有没有？就觉得他们都说米跟鲁碧到底是谁？为什么唱了一个很像法文的东西？这样，说明你自己觉得是说，你觉得对于一个比如说很多的年轻的世代要去创作人来讲，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基本的，或是说创作的一个信心在哪里？怎么样做创作的一个收集？我觉得是很多生活的一些体验吧。我觉得，其实我18岁就离开台东到花莲，19岁来到台北。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到底要不要做，就是原住民本来会做的事情？对，常常会遇到一种事情，就是大家对原住民，我们是少数没有错，但我们不是弱势。对，就是。我反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特别，物以稀为贵。对啊，我们是少数，应该我们很贵才对。但是我们怎么看起来那么便宜，而且没有人要理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我是觉得是没有好好去运用它。对。那运用我自己身上，就连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都没有自信。我就有经历过那一段时间，所以我早期的作品都国语作品很多。对。但是一直不敢，就是说好像把原住民这件事情拿出来唱，是因为觉得好像会不会很土这样子。怕被人想说到底是在唱什么这样，就是可是我觉得时代有这样转变，就是现在都有哈日族、哈韩族了嘛，大家听不懂也是一样在听，一样很哈，对啊，对对。那有没有哈原住民族、哈阿美族？对，我就想说这样子好，试试看用这种逻辑去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因为现在多元文化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很多次。东西上面看到不同文化的表现，如果你愿意把这东西跟大家分享，因为看有日本的偶像来了，出日本专辑拍日本偶像剧，对，最后开始发展吃日本料理，然后又把很多人骗去日本旅行，对，那会不会有一个阿美族，然后出了一张唱片，然后变成偶像，然后开始想要有人拍一些阿美语的偶像剧，甚至到都兰部落或是到马台湾部落就来开始吃阿美族的料理，对，然后吃子狗或是那个。对，它其实只是一种分享的过程。对，就大家，这是我有你没有的，可是我愿意分享给你。那我是不是产生一出很大的影响？对，但我觉得一张族语专辑，我们当初并没有看好。这个市场当中怎么样接受？但是由于勇闯天涯，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就像我们常常讲，是说出族语的东西，其实是我们对自己的祖先是有信心的，对自己是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就哪怕这个市场当中有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苏命战胜了一切，是因为相信我们的母语可以。对不对？成为时尚的风潮。好，今天的call in呢，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会唱的族语歌。你认为族语要怎样唱，很 fashion， 是不是很时尚？当然，我们今天呢是原始的感恩乐，我们会call in就会送赠品哦。苏命，你知道我们要送什么吗？看一下我们要送什么赠品给大家呢？今天只要call in进来，我们就会赠送，有没有？是不是很 fashion？ 哇塞！你看杯子，还有对，因为这个一整组杯垫，你看全部都是这个很有原住民，还有包包有没有？是不是很漂亮？对，太好了吧？对，我要叫我妈妈赶快打电话。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谢谢大家在这一年当中收看原视，而且就是岁末的时候，在圣诞节前夕，我们原视要送给大家这个圣诞礼物。当然，我们今天很希望大家能够call in进来，因为跟我们分享一下苏命的荣耀跟推动母语的精神。希望大家call in0226339989，不要忘记今天通关非常简单哦，只要说8点打给我。一起唱母语，你可以这样唱。那鲁安那鲁安的咿哟咿咿哟咿可以呀，是不是很简单呢？希望大家能够踊跃call in进来，甚至跟我们一起唱歌哦。休息一下回来，今天母语带给我们感动万分的8点打给我。